咧有個小故事有分享嘅，係我老師講，我好中意嘅小故事啊。咁咧就話説一隻蜜蜂咧，喺個花叢度，哎呀，嗰朵花好靚喎，朵可能好靚嘅花咁。咁咧隻蜜蜂當然就俾佢嘅外表好靚顏色吸引啦，飛入去一落，因為得落去點解冇花蜜嘅？揾咗好耐都冇花蜜嘅咁樣。咁就因為佢蜜蜂主要係要採蜜，然之後傳遞噶嘛，咁所以佢揾唔到蜜，佢唔會留好耐嘅，佢就會飛走噶啦。一飛走都冇蜜咁，但係兜個圈之後，嗰朵花好靚喎，好靚顏色喎，好靚顏色喎，飛落去入去，點解又冇蜜嘅？咩花嚟嘅呢朵咁樣？咁跟住佢又飛啦咁樣，咁又飛走，跟住轉個頭，可能喺個花叢兜一輪之後，又見到嗰朵花，佢又被佢外表美麗顏色吸引，又落咗去睇，又發現冇蜜嘅咧。呢個故事想講乜咧？就係各位女士們，你可能花好多時間去整你嘅皮膚、你嘅美容，令到你好光滑，令到你冇拜紋。你可能係一朵好靚嘅花，不過可能係冇花蜜嘅。孕育生命嘅愛情，嗰朵花需要有花蜜嘅。咩叫做有花蜜呢？一種愛嘅花蜜。可以滋潤生命，可以溫暖人嘅心，可以將攰嘅疲勞嘅另一半，可以讓佢重新振作起嚟。呢個花蜜可能叫做聆聽，可能叫做體諒，可能叫做溫暖，可能叫做擁抱，可能叫做關懷。你問下在座嘅男士，如果有個女人，佢有同理，有體諒，有聆聽，有感受，有明白，有諒解，有尊重，有信任，我俾你知，全個森林嘅蜜蜂都會飛埋去，哪管佢個樣可能醜啲少少。我喺1992年第一份工，我喺 Hyatt Regency 嗰度做 reception， 咁啊年少當然只係20歲啫嚇。咁咧就耐唔耐有啲 trainee 嗰啲 international trainee 咧，就係喺嗰啲夏威夷讀完嗰啲酒店工商管理咁啊嚟做intern 咁。我記得有一次咧，有一個咧係去完夏威夷讀書翻嚟嘅，佢係緬甸籍嘅女仔嚟嘅，咁啊好矮5尺1嘅啫，佢個樣咧同朱麻街嘅Miss Piggy 係冇分別嘅，係可以近乎99% 嘅相似。但係話俾你知啦，佢係我見過嘅女仔當中最多花蜜嘅，溫軟、善解人意、善良、有勇氣、肯聆聽，又有嗰份緬甸人簡樸嘅初衷。佢係直情係發光發亮，佢對我係非常之留印象，係好吸引。未必我會愛上佢，但係如果你問我，我有朋友話想介紹佢女仔，我諗我到而家我第一個會諗起佢。咁我就想話俾你知，你作為一朵美麗嘅花朵，究竟你花嘅時間係去經營你嘅外殼，定係孕育你嘅花蜜呢？你嘅花蜜夠唔夠可以吸引到你嘅蜜蜂味嚟呢？咩叫做真命狀態呢？就係完全作為一朵花朵，可以分泌到真正滋潤生命嘅花蜜，將你嘅生命嘅光活出嚟，一定會有人見到，會有一個人會愛上你。你亦都唔單止會贏到你嘅真命天子，你仲會有好多朋友嘅愛戴。咁我就話俾你知啦，真命狀態就係一朵花朵完全活出佢嘅花蜜，透過熱烈嘅花香將蜜蜂吸引嚟。佢唔會介意呢個蜜蜂可能未必係 the one， 但係佢仍然願意去愛。佢唔會去衡量你好定係壞，會唔會俾到貨我都願意去愛你。話說喺前年咪有個節目叫做《剩女愛作戰》，其中有一集，咁佢請咗一紮男仔去遊船河，咁跟住咪訪問翻嗰班男仔，咁啊逐個男仔講，你對啲女仔感覺點啊咁？
咁其中一個印象好深咧，就係嗰班麻甩仔被記者訪問，咁佢就話：佢冇啊，佢話我啱啱講開講，佢話嗱，我上一次啦，我就成班男仔咧就去燒嘢食，咁咧就有男有女，就係嗰啲即係可能係認識男女嘅 party，一班朋友介紹朋友啦咁。咁佢就話：佢話嗱做女朋友咧，咁啊梗係揀個索女啊、靚女啊出得嚟㗎啦，但係真係拍多咗人世咧，佢話我就會揀另外一個，嗰個跟住話嗰個係邊個？嗰個就係話當中有一日燒嘢食有個女仔，有啲非常美麗但係冇花蜜嘅女仔就會盛裝美麗地着晒，然之後咁樣小心翼翼咁樣食方死個妝會化，亦都唔會做啲乜嘢。但係其中一個女仔咧，普普通通淡素峨眉，但係佢願意唔介意就係喂燒埋俾你食啦，橫掂都一齊燒咯咁樣。喺其他女仔眼中覺得呢條女犯賤，你做乜要服務啲男人啫？男人係賤，你梗係要吊起嚟賣，你唔可以服務佢㗎咁樣。但係個女仔就係話：喂，咁都橫掂燒埋啫，大家一齊食，啱完唔係啱，唔啱都點解要咁咧？佢係完全無私咁去做咗好多樣嘢，而全部男仔都睇到佢嘅。佢話呢個女仔可以過人世。我想話俾你知嘅係，我哋活喺一個功利主義嘅社會，我哋連讀書都只會讀嗰啲嘅補習班，係教你點樣貼題目嘅。我哋所有嘢問有冇着數先，有冇嘢回報俾我先，咁出去食飯會唔會識到人先？我哋全部嘅所有出發點都係等價交換嘅。咁你要睇條條命生得好唔好啦？你生得好嘅，你可能一擊即中咯。但係如果唔好嘅話，我俾你知，你點靚一隻蜜蜂都冇，烏蠅都唔飛，曱甴可能有幾隻。